之良品創新多功能衣櫃子母床嚟啦！獨特嘅衣櫃加子母床設計，上面係6尺闊嘅大衣櫃，床頭柔軟嘅軟包設計，打造舒適嘅休息空間。床下輕鬆一拉就多咗一張紙床，除咗兼備床功能，仲提供超大嘅儲物功能，3個大櫃桶加2個儲物床箱，存放細小衣物，又可以放大件物品、被鋪同衣物等等，充分利用垂直同埋隱藏空間，將收納、休息、陪伴等功能完美融合，非常適合細小房間使用。衣櫃採用疊衣區同掛衣區設計，可依個人需要增加或者減少層板，可上下調節，空間靈活利用。充電式感應掛衣杆，自動提供良好嘅照明環境。書架有柔和嘅 LED 燈，有助採光，增添溫馨氣氛。設有隱藏式隔空感應開關，科技感十足。而且有 USB 同 Type-C 充電器插口，可以為電子產品充電。衣櫃底部增加鋼龍骨承托，結構堅固，十分安全，打造舒適睡眠空間。我哋有4種組合，除咗下床櫃桶子母床，仲有簡約款子母床，滿足唔同嘅需求，提供3尺、4尺闊度選擇，亦都可以根據客戶需要訂造尺寸大細。家之良品家具，了解你嘅組合床專家。